聖經哥林多後書1章第6節，我們受患難呢，是為叫你們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們得安慰，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。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。求主幫助我哋。保羅話俾我哋聽，佢願意為主受苦。有好多時候佢嘅受苦，佢受嘅患難，反而叫別人得到安慰，得到拯救。呢個係保羅嘅心願。呢度話俾我聽，即係保羅願意咁嘅受苦，叫人能夠可以有機會聽到福音，有機會能夠相信耶穌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叫呢個嘅安慰，信耶穌嘅安慰，亦都能夠幫助我哋可以忍受所面對嘅苦楚。有時你願意傳福音俾人，可能你要受呢個苦楚，但係因為你嘅受苦，佢能夠得救。求主幫助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